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我嘅 channel 港式足球。咁今日要講嘅就係曼聯對般尼茅夫呢場比賽嘅賽後評。咁呢一場波，雙方最終係2-2打成平手嘅。咁先講一講其實曼聯嘅表現啦。呢場波，我覺得其實一開波嘅時候，其實般尼茅夫係刻意咁樣去將成場波嘅節奏係推快。因為你見到其實一開波，曼聯喺後面踩幾腳嘅時候，般尼茅夫成班球員已經係壓迫得好勁，完全逼晒上嚟。咁但係其實曼聯喺上半場呢個情況下，因為始終曼聯嘅休息時間都有嘅，佢哋係跟得上般尼茅夫呢個節奏，即係喺般尼茅夫嘅球員逼得咁緊，喺一啲狹窄嘅環境下，佢哋都仍然可以轉到個波出去，係打到一啲攻勢上去。咁呢一個迪亞路同古亞分別都喺上半場嘅早階段呢，亦都係有一個射門機會，咁但係就過唔到般尼茅夫嘅門將帕杜域啦。咁般奴費蘭迪斯去到35分鐘，亦都有一球波係爭少少就射得入㗎啦。嗰下窩利左手邊嘅窩利抽射。咁其實呢幾球都係曼聯喺後面拆散咗般尼茅夫個壓迫之後，係打返出嚟嘅一啲射門嘅機會。咁所以其實成個上半場，曼聯喺呢一個執行上面都執行得唔錯，戰術上面即係點樣去拆散呢個般尼茅夫嘅壓迫，即使喺一啲狹小嘅空間啊，般尼茅夫喺一開波逼得咁狼死嘅情況下，都仍然猜到。咁上半場係表現係，我覺得係踢得幾好嘅曼聯，同埋球員級數啊，各樣嘢其實都贏晒嘅，可以見到。因為曼聯上半場11射4中，般尼茅夫就5射3中，咁好明顯睇數據亦都睇得出，即係有睇場波都會睇得出，其實上半場絕對係曼聯佔優。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呢，個問題開始出現。嗱，雖然曼聯今場嘅入波係嚟自下半場，咁但係其實曼聯下半場嘅表現係遠遠不如上半場。咁我相信有睇過場波嘅應該都會同意呢樣嘢，因為其實曼聯都唔係第一場係咁，之前嘅有幾場都係上半場明明好 fit，成班波狀態好好，去到下半場一出到嚟就唔知點解成隊波個體力啊狀態就突然間有一個大嘅跌喎。上半場都仲係可以慢慢拆散般尼茅夫嘅壓迫，都仲可以同般尼茅夫係即係一齊快打快。去到下半場一出到嚟，其實去到下半場真係其實一出到嚟已經係曼聯開始越縮越後，越縮越後，即係俾般尼茅夫有一段仔咁樣攻翻上嚟，好明顯個體能係一路跌緊嘅曼聯。咁而跌得最明顯一個球員就係卡斯米路。即係卡斯米路年紀大啦，其實佢今日成場波嘅節奏都好快，上半場係咪打得好快？咁其實去到未夠60分鐘，卡斯米路係已經唔係好頂得順嘅啦，開始各樣嘢身體啊啲開始慢啊，體力開始下滑啊。而其實曼聯今日失嗰2球波都係卡斯米路嗰個位俾人打穿咗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卡域克第一樣嘢今日做得唔好就係，其實應該要早啲換卡斯米路，因為佢嘅身體真係頂唔住。即係卡域克今場其實去到82分鐘先至換走卡斯米路，我覺得係太遲啦已經係啦。咁其實你71分鐘換石斯高嘅時候，已經可以換走埋卡斯米路咯，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曼聯今日失分嘅主因，除咗球證嘅問題，球證嘅問題我一陣間會講之外咧，其實都同呢一個卡域克換人換得有啲慢係有關係嘅。呢個如果卡域克嘅換人係早少少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有機會曼聯真係贏到嘅今日。咁先講一講個別球員表現啦。曼聯嗰邊踢得最好嘅呢場波，其實我覺得就係古亞。其實曼聯2個入波都關古亞事嘅。嗰球第一球12碼就係古亞喺左手邊突破，喺2個人中間穿到出去之後就搏到對手掹3犯規啊嘛。咁就12碼般奴射1-0啦。咁而嗰一個角球咧，即係曼聯入嘅第2球個角球，亦都係靠古亞喺左手邊突破嘅時候搏翻嚟嘅一個角球。咁所以即係雖然般奴都係同
今日嘅兩個入球有關。咁但係我覺得冇古亞博罰球，冇古亞博呢個角球博12碼，咁般奴都唔會有機會可以處理到，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今日曼聯最大嘅功臣踢得最好，我覺得係古亞。其實古亞已經連續幾場都踢得好好，即係佢開始識得慢慢拉邊啊，去揾空位突破啊，去製造機會呢啲，我覺得古亞係呢幾場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咁而般尼茅夫嗰邊踢得最好，我覺得係呢一個中場嘅球員視覺，即係般尼茅夫今日好多波、好多組織、好多攻勢都係經呢一個中場球員視覺去做上去，去派上去嘅。咁我又覺得曼聯因為季尾卡斯米魯如無意外會走啦。咁如果曼聯季尾真係要補一個中場，下季多線作戰，真係要補中場，我覺得般尼茅夫嘅視覺都不失為一個選擇。咁呢一場波就都可以好好觀察下佢啦，曼聯嘅董事局。咁我今日見到佢表現就唔錯嘅，好多時候般尼茅夫嘅攻勢都係靠佢去做上去，同埋都幾冷靜嘅。我覺得佢對住啲強隊嘅時候。咁最後就嚟講一講球證嘅問題。咁大家當然就係討論得最多就係阿馬特迪亞路嗰球啦。嗰球就係佢俾對手雙手推跌咗之後，球證就冇表示冇12碼，轉個頭就般尼茅夫追翻俾阿馬。咁其實呢一球咧，我先講我自己睇法，我係覺得要俾12碼嘅呢一球，因為般尼茅夫嗰個球員佢推嘅力度係的確係嗰個力度係足以令到嗰個進攻球員跌低，咁所以絕對係一個同埋佢冇向住個波啊嘛，即係佢冇一個去攔截個波嘅意圖，而係佢係向人去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球係絕對要俾12碼嘅，我覺得黃牌都要嘅添。咁但係其實我睇翻重播咧，我就發現呢一個球證佢喺迪亞路跌低咗之後，其實佢由幾遠嘅地方跑過嚟嘅。咁而佢跑過嚟嗰個角度咧，我係見到佢係啱啱應該遮咗視線。主球證啊，主球證應該係啱啱淨係睇到迪亞路瞓低嗰下，佢嗰個位咧就唔係好睇得清楚般尼茅夫嗰個球員嘅犯規動作。輸到球證跑到埋嚟之後咧，佢係冇表示 yes or no， 即係正常12碼，你指佢12碼點啦。如果球證覺得係冇犯規嘅，正常會有一下手勢係冇犯規，然之後比賽繼續噶嘛。而主球證跑到去之後咧，佢係冇任何表示，冇俾任何手勢，係純粹望咗一望。即係我就覺得係主球證自己都唔肯定究竟呢一球係咪犯規，就係因為佢睇唔清楚，因為佢嗰個位咁啱就係遮咗視線，睇唔清楚般尼茅夫球員嘅犯規動作。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情況下 VAR 嘅球證理應係要有表示，因為其實我明嘅球證係咪先？主球證成個場咁大，佢走嚟走去，咁總有一啲位係佢會睇唔到，又或者咁啱遮咗視線。咁我理解嘅呢樣嘢，但係 VAR 嘅作用就係喺呢啲情況下，你就要出聲提球證㗎嘛。當球證睇唔到嘅時候，當主球證睇唔到嘅時候，第二球證其實都應該要睇到啦，都應該要話俾主球證知啦。咁但係就冇呢樣嘢發生到。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我覺得係 VAR 球證嘅問題係大過主球證嘅。我見個個都喺度鬧主球證，但係就 VAR 球證先至係最大問題咯。我覺得咁就希望呢個 VAR 未來係真係可以更加完善呢佢哋嘅系統咯，即係呢啲位。其實當初設立 VAR 就係以防呢啲情況，即係譬如主球證判錯，又或者主球證有啲位睇唔到嘅時候，就 VAR 幫手。咁呢個係 VAR 設立嘅原意嚟啊嘛。咁你而家如果乜都唔做，就變咗好似即係冇咗嗰個當初設立 VAR 嘅意義咯。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係要再做得好啲 VAR 呢方面係啦。咁希望佢哋未來可以正視翻呢方面嘅嘢啦。好，咁今日條片呢就講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嘅 channel 港式足球。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